大家好，我係蔡偉雄啊。咁喺上一 part 啦，我就教咗大家點樣用啲陰陽水去清咗自己身上面嘅污垢同埋一啲霉氣嘅。咁其實陰陽水點樣去整咧嚇？咁首先咧，我哋就攞一啲米啦嚇，就煲水啦嚇。咁煲到半滾嘅時候咧，就攞起一啲米水。咁跟住咧就再加啲水喉水，再加一啲海鹽。咁啊，大概每樣1公升嘅生水同米水啦嚇，再加1茶匙嘅海鹽咁就可以啦嚇。咁我哋夜晚咧沖完涼之後，咁跟住咧就將呢啲陰陽水咧就沖一沖落個身嗰度，咁可以捽一捽自己啲皮膚啊咁樣啦嚇。咁當然啦，咁就如果你有皮膚敏感啊，或者你懷孕或者有長期病患嘅話咧，就千祈唔好用呢個方法啦嚇。咁如果咧覺得啲米水咧即係陰陽水咧有少少腍啦嚇，用完之後，咁我哋就可以用花灑做嗰個水咁樣啦。咁用完陰陽水沖涼之後咧，其實我哋同一時間亦都可以用七色花水去沖一沖自己嘅身嘅嚇。咁啊都係連續沖3日去提升運氣咁樣啦。咁有上一個禮拜咧就有網民就問我話要唔要煲嗰啲花咁樣啦，攞水去煲啲花。咁啊其實千祈唔好攞花去煲水啊嚇，因為一煲嘅話咧啲花就會爛㗎啦嚇。咁就咁攞嚟浸水，咁就攞嚟沖涼咁就可以啦嚇。咁希望呢個簡單嘅方法咧可以幫下大家提升運氣啊！